多謝主席。主席，局方去主體答覆入面都有講過，納稅人可以透過唔同方式，包括合併報稅啦，或者輪流去唔同嘅年度申索有關嘅子女，從而嚟減輕整體上嘅納稅人嘅稅務負擔。咁但係我哋都好理解，其實任何一個家庭其實都想攞去即係子女嘅免稅額。我哋睇翻局方嘅回覆咧，就話因為而家有60人都係得，即係60嘅家庭都係得1名子女啦。調翻轉咁講，其實有40%嘅家庭其實有2名或以上嘅子女，其實呢個嘅群組亦都不少。再睇翻新加坡咧，佢哋可以自由選擇子女供即係父或者母去領取呢個嘅稅務寬減啦，或者共同去申領同一名子女嘅。如果再配合埋頭先李鎮強議員講嘅電子報稅，而家我哋超過40%，接近40%啦嘅納稅人都係電子報稅嘅時候，其實呢一個對於政府當局嘅行政負擔其實已經大大減少啦。因為如果當我哋去同一個嘅子女有2個嘅納稅人去申領嘅時候咧，佢個系統應該就自己會彈咗出嚟，就唔容許去我哋整體鼓勵生育嘅情況底下，我哋希望更加多人嘅生育，除咗俾2萬蚊之外，點樣用我哋嘅免稅額都係一個方向。我想問一問局方，點樣去睇電子報稅同埋呢個生育免稅額，我哋可以共同去領取，又或者自由選擇呢一方面嘅一個政策方向呢？多謝主席。局長。多謝主席，都多謝議員嘅提問同埋一啲深入嘅資料。咁我先議員提過，其實受惠人數方面啦，即使納稅人及其配偶可以分開去申索每名子女嘅免稅額，其實稅款總額咧亦唔一定係會減少嘅。因為我哋睇翻23-24年度嗰個課稅年度評稅資料咧，咁申索子女免稅額嘅納稅人中，啱提過其實超過60%就只有1名子女申索免稅額，而至於2名或以上子女申索免稅額嘅納稅人呢，其實合併評稅較有利，或者以標準稅率評稅嘅已婚納稅人呢，佢哋嘅稅款亦都唔會因為呢個建議而受到影響。咁喺餘下嗰啲嘅納稅人當中呢，咁我哋要再進一步去參考同研究佢哋個收入水平，同埋其他佢哋本身嗰個嘅其他免稅額同扣除項目嘅因素呢，先可以確定到真正嗰個受惠嘅納稅人嗰個數目。咁嗱，我都想強調一點呢，如果政府係容許已婚納稅人分開去申索嗰個子女免稅額咧，稅務局或者需要係多啲收集更多一啲相關子女嘅資料，咁例如佢哋嘅身份證明文件嘅編號等等，並且喺懷疑有夫婦就同一名子女重複申索嘅時候咧，需要進一步核實2份個報稅表嘅資料，甚至要求咧納稅人提供進一步嘅資料。咁呢啲咧都會降低咗評稅嘅效率，亦都增加咗納稅人本身嗰個合規成本。所以咧，我哋要檢視是否應否去改變現行嗰個子女免稅額申索安排嘅時候咧，我哋要考慮啱啱講過以上嘅因素，咁政策目的、受惠人數同埋對嗰個合規成本嘅影響等等。咁嗱，我都要再重複，正如主體答案講過咧，我哋係會繼續不時去檢視各項嗰個免稅額嘅申索安排同埋水平，亦都會繼續聽大家意見，以多加考慮嘅。多謝主席。